有啲人餐餐大魚大肉食得肥膩，體檢出嚟血管乾乾淨淨喎。有啲人素食清淡咗10年，連蛋黃都唔敢掂，一做頸動脈超聲波已經有明顯嘅斑塊啦。所以要同大家講一句可能同你認知相反嘅嘢，我哋一直錯怪咗肥肉啦。身體入邊大部分嘅膽固醇其實都係由肝臟自己合成，食落肚嘅佔百分比唔多。你當條血管係屋企條水喉，內壁滑，水流過乜都黐唔實，一旦有花痕有坑，污垢就會一層層積落去，越積越厚。而刮花緊呢條血管嘅唔係肥豬肉啊，而係慢性低度發炎。有5個信號，頭4個你可能估到，第5個大部分人都估唔到㗎。第一，大肚腩，四肢唔算肥，但個肚突咗出嚟喎，好似有幾個月身紀。通常反映內臟脂肪偏高，內臟脂肪高會釋放細胞激素，即係身體發出發炎信號嘅物質，令身體長期處於輕微發炎狀態。一個簡單嘅參考，腰圍最好唔好超過身高嘅一半啊。第二，長期捱夜，每日瞓唔夠6個鐘，會打亂身體修復，亦可能令白介素六、CRP 等發炎指標上升，令身體較易處於慢性低度發炎嘅狀態。第三，長期久坐得太耐，會令血液循環同代謝下降，亦可能增加身體嘅慢性低度發炎。每坐接近1個鐘，就起身行2個圈，斟杯水或者去下洗手間，都有幫助㗎。第四，長期壓力，唔係話要完全冇壓力，而係長期掹緊情緒內耗，會令皮質醇長期失衡，搞亂免疫系統，令身體更容易維持慢性低度發炎狀態。有啲人一緊張就屙肚，瞓唔着，就係一個直接嘅信號啦。第5，牙周病，如果你成日刷牙流血、牙肉腫痛，即係口腔黏膜有損傷，口腔入邊嘅細菌同毒素就有機會經呢啲破損位進入血液啦。研究指出，牙周病同心血管疾病之間存在關係，但定期洗牙、處理好牙周問題，成本好低，值得做㗎。你可能一路以嚟都搞錯咗方向，唔係先有血管問題，而係身體入邊一直有一個發炎源頭，而好多時候佢哋都係你條腸。當腸道長期發炎，腸道屏障受損，細菌毒素如 LPS 同部分食物分子就可能比較容易進入血液，刺激全身免疫反應。最後教你一個實際嘅做法，下次體檢可以問下醫生，可以叫醫生加驗一個叫超敏絲反應蛋白，英文即係 hsCRP。如果排除咗感冒、外傷呢啲急性因素，而呢個指標長期輕微偏高，就值得同你嘅專家傾下啦，睇下身體係唔係長期低度發炎。血管驚嘅唔係你偶爾食餐豬腩肉，而係你完全冇感覺，日日夜夜嗰種慢性發炎，而佢亦可能由你條腸開始。想知多啲點樣修復腸道，記得睇下 Dr. Dallas Chan 嘅短片啦。